续来看总统府昨来公布着宪法诉讼法修正条文，民进党立法院党团马上向司法院送证，申请暂时处分甲释宪。国民党是批评民进党知法生法。 你不会写计划，不会做简报，叶次长会教你，你就把梦想带来就可以。媒体少年人对理想大舞台，甲经验带转来，互国家伟大。不过，就伫咧昨昏，赖总统嘛正式公布宣告宪法诉讼法第4条、第30条、第95条条文修正，伫咧3天内正式生效。去年底立院就3读修正通过宪法诉讼法部分条文，甲大法官的总额固定做15人，参与评议的大法官人数袂使较少。 10个，作为宪宣告的时，同意为宪宣告的大法官人数袂使较少9个。当时就点到调野的战火，行政院用歹碰歹执行向立院提出复议案，不过洪拿白用人数的优势反决。民进党立院党团就随申请释宪甲暂时处分，就是假处分。即马总统公布宪诉法，大好拄着旧历过年的假期，宪法法庭敢会当产生裁定，引发着外界关注。支持宪法法庭冻结新法。 避免违宪新法限制了合宪旧法，采取紧急处分的手段，才能避免毁宪乱政。公布日期其实就已经指定了日期，应该依据新的宪法诉讼法来办理。那为什么可以受？那被立委早伫咧宪诉法修正案明定罕咧看，自公布日开始就施行，强制公布日就是新法的生效日。即马调野个人拢有话讲，新版的宪诉法修法是也未结束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